39小李行跳下嘅水鬼，海陸上者去探占日潤。新婦小李行嘅行後要坐橋，就按到小李行橋，跳擺小李行嘅河壩水天台。橋下有隻貪闊前發前침愛做生意呢讀初中時，當日都愛讀該經過，愛讀書轉，當好看該貪闊讀該日春嘅該樣事係民國40年，橋頭有碉堡，有邊呢長橋，聽老輩人講，該橋下16檔日到暗昏，尚未看到水鬼都16檔錯能，尤其係講有熱講嘅暗部時，看到會很好清楚到，該水鬼係鬼嗎？聽講長到清江，唔知該水鬼係本大水打來，也係講刺殺跳落該貪腐屍體界。過了幾年，有人都該跳水死，有人講該唔知係年代嘅水鬼出現，千到隻大水鬼。跳台做人事嚟麼？林白人先生寫嘅河壩日講有多少梯戲跳下博看該搭素材，不過佢寫嘅河壩日講嘅係一對亞人將都日講下像鬼樣嘅故事。跳白人講邊呢大概冇有感想係一股真氣，就係人上講嘅讓氣衝，鬼都講，日早橋下博看檔，尚未有人看到水鬼，故所以橋兩邊各情人都冇人㗎。以後按來嘅人越來越多，邊呢也出走，屋件事件話將橋頭能來咧，人多讓氣衝，加到有年做太水，貪腐本沙石吞撇變潛水灘。自從該貪腐唔見撇了後，橋下博看檔就冇個有人看到水鬼，年長日久，漸兒也冇人個講起該水鬼嘅事情來咧。